好，咁我哋咧就接住落去講啦，咁就係呢一個嘅2023年 BAFS Paper 2B 嘅第二題啦。咁就第二題2A，咁就一間新成立嘅航空公司而言，咁咧佢就叫你咧去解釋市場定位啦嘅意思。咁即係咧，我要知道咩叫市場定位啦，並且咧我係需要咧去用呢一間新成立嘅航空公司啦。去解釋咩嚟嘅喎個市場定位。好，睇答案。好，咁咧市場定位係咩啊？某間公司為佢個產品確立形象，並將呢一個形象呈現在目標顧客嘅腦海當中。咁你可以去俾一啲例子嘅，例如香港快運航空 Hong Kong Express，佢係嗰個形象係啲乜嘢啊？平，咁佢咪就係創造咗一個形象咯。你一諗起 Hong Kong Express，你就會諗到佢係平。你諗到，當你諗國泰航空嘅時候，你會諗到佢嘅服務係好好嘅。咁就係呢個形象呈現咗喺目標顧客腦海當中啦。咁你可以再俾多少少例子啦，就講翻頭先，可能佢係一間廉價航空嚟嘅，咁咧就會係啲機票啊好平嘅，或者佢係一個咧傳統嘅航空公司啦，啲服務咧係非常之好嘅。咁嚟睇下一題，睇2B，在這航空公司建議給予新入職嘅飛機維修技工嘅兩種在職培訓。咁啊，記住啦，在職培訓啊，咁就唔好寫咗咧，唔係在職培訓嘅嘢啦。好，咁啊有啲咩咧？第一個顧問指導啦，咁就係話，我哋揾一啲咧相對上經驗豐富少少嘅資深技工啦，就同啲新人啦去做入職技工嘅指示同埋作出示範。即係咧資深嘅技工啦，喺度整維修一架飛機嘅時候啦，咁佢哋可能一路教佢哋整啦，咁就幫助佢哋發展相關技能啦。咁你可以寫多少少啦，就係話可能佢一齊去做啦，一齊去試啦。咁第二個啦就學徒訓練啦。咁學徒訓練都有兩樣嘢嘅，一咧你就要實習同埋課堂，即係咧你亦要做，你又要咧去跟師傅啦，亦要去上堂。咁咧，然後之後咧，透過咁樣咧，你就可以學到咧一啲嘅知識啦，同埋技能。咁咧，你一方面上堂就學到書本上面嘅知識啦，而透過實習啦，跟住阿師傅做嘢咧，我哋係可以實實在在咧去學到點樣去整嘅。咁你呢啲咧都係可以再寫長少少，寫多少少啦，令到個 marker 咧係願意剔你多啲分嘅。